我们这次实验的这个公车跟救护车的优先号志呢，范围是在奇美医院到成大医院总共有8个站牌跟21个号志化的路口。那经过我们2个多月的实验呢，这个救护车通过路口的这个绿灯的几率呢，提升了51%，那公车的旅行时间也降低了13%。我想这个对于救护车分秒必争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减少公车旅行时间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后续会陆陆续续的来扩大推动。有这个设置的话变成说，我们比较不会有就是需要闯越红灯的问题啦。那交通也比较顺畅，那对市民也比较有保障。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利用车联网技术，在奇美医院与成大医院之间的21个路口建置一套优先号志系统，透过智慧科技自动控制路口灯号，让公车与救护车优先并安全地通过路口。期待每位用路人都能发挥耐心与体谅，让城市交通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特别来看这个救护车跟公车的号志优先系统，能够提供给就医的民众紧急就医的民众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个系统跟它的号志设备。那这样透过这样的部分，应该可以节省相当多的就医时间，尤其在交通尖峰时间，如果能够这个分分秒秒都是分秒必争的。所以说，如果能够让病患早1分钟、早2分钟到达医院，我相信帮助就很大。公车也是要让民众这个愿意搭乘公车，它的服务品质就要提高。服务品质包括车上的服务人员，包括车上的设施，以及它如果能够更方便的通过14路口的话，我想说这个部分也都是提升公车服务品质的一部分。希望说能够提供在拥挤的交通环境中一个便捷的、快速的捷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欢迎收看12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根据资料显示，全球癌症的死亡当中，肺癌是排名第1。这款状况在台湾嘛同款。为了提早发现治疗，台市10间病院对110年开始到111年期间，将提供2700外的肺癌筛检，嘛鼓励符合资格市民踊跃来检查。因为肺炎被发现时为暗期的比例上悬，这个时阵不止医疗支出悬，而且死亡率嘛悬。伫立法委员林俊宪以及立法院后生会肺腺癌防治委员会倡议之下，总共邀集咱市10间病院，伫1100年到111年期间，将会提供2745个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炎筛检名额为市民服务。它死亡率重症率已经是国人10大癌症之首了，所以呢，我们政府对于4大癌症有补助我们国民做免费的癌症筛检，像口腔癌、乳癌、子宫颈癌、大肠癌。我们现在要推动的，就是要把肺癌的这种早期的检验也纳为第5项的癌筛来保护我们国人健康。肺癌就是发现的时候大部分都第4期，第4期差不多第1期的花费的10倍。你若讲如果第1期开20万得当治疗，第10期呢要开差不多200-300万，特别像免疫治疗、化学治疗、一大堆的治疗，所以费用很高。所以我现在就是咧进行讲如何把请国家列入预算来做免费癌筛。这10间病院包含基美病院、基美柳营病院、安南病院、
卫生福利部成营病院、永总台南分院、台南市立病院、台南成老病院、麻豆成老病院、贵综合病院以及成大病院等。市长王伟特也感谢这病院以及后生基金会支援和协助。是低剂量的这个断层扫描，那我们很期待，很谢谢我们10家医疗院所愿意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更谢谢我们后生会还有立法院后生会，还有后生基金会能够在许多物力上、技术上能给我们支援协助。那市政府卫生局愿意全力来配合，我相信这4方面的一起努力，可以让我们在市民朋友们一方面提供一个卫生教育，一方面提供一个这个实际上第一线的诊疗，能够让对于肺部、胸部的疾病，尤其肺腺癌或者是其他的肺部疾病，能够在最早期的时候就能够诊断出来。只要你是年满50岁到75岁，重度结婚者，或者是45岁到65岁有肺炎家族史，或者是2年无做过胸部电脑断层的市民，拢会当前往卫生局肺炎防治专区填写筛检申请。只要符合计划收案者，卫生局就会通知你前往病院做检查。符合资格民众会当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为了凸显传统市场除了人情味以外，来消费买单有舒适安心的环境，市府启动了历年来上大规模的振兴计划，嘛得到中央大手笔补助来征收。上个市长亲自前往新市、西港等公有市场来关心。传统市场一直以来就是充满人情味的所在，嘛是市民生活的共同记忆。不过以新市公有市场为例，设立33栋来，不管是地砖还是地下室天棚漏水，以及这硬体设备拢老旧需要征收。所以市府启动历年来规模上大的市场振兴计划，嘛得到中央补助18处公有市场高达4589万的征收费。上个市长委托即到现场关心，主持会长的献花表达感谢。这带来下底的车拢咱楼间的人骑迄顶悬拢会滴落雨，所以市长甲迄个议员我拜托议员去甲市长甲处长就治会甲做迄个市场处传统来顾阮遮这个传统市场，这真正好诶无大家拢来买拢哟遐滴落去，这已经改进做好啊，开下底迄个停车场。就爱开200-300万，那阮无当都拜托遮市长处长甲干导游，有叫今仔日。市长伫主持会甲经发局长陪同，带来伊顺势改善的状况，体会焕然一新的形象，嘛甲团商请安问好，肯定疫情期间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有完持续，大大提升消费者安心购物甲无变的人情味。大家传统市场充满人情味，大家互相打招呼，互相嘘寒问暖，而且坦白讲还可以讨价还价，所以很多人喜欢来传统市场。现在我们把硬体设施改善得更好一点，更干净一点，更明亮一点，更好停车一点，所以让传统市场可以有更多的竞争力。那尤其是很多原来台南县的地方，因为它距离所谓要去这个大卖场很远，那所以传统市场还是要负担起最主要的采买责任。传统市场虽然一度经营受到疫情的冲击，不过危机嘛是转机。除了过去200万的市预算改善22个示范单位，现在中央佮大手笔补助，期待互消费者会当好好享受小市场加在地美食的好滋味。台南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拄迄选全国好人好事代表的埔里关怀协会理事长张惠芳，伊除了热心公益，对半当前嘛开始筹备大台南中世宗庆会，18号上午正式举办创会会员大会，并接任第1届理事长。第1届大台南中世宗庆会18号上午伫大堂中央酒店举办创会加会员大会，由埔里关怀协会理事长张惠芳当选第1届大台南中世宗庆会理事长，现场贵宾云集，
大台南的张氏宗亲会终于成立了。听说在之前呢，经过了好多年呢，10几年都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张氏宗亲呢成立起来。那我们知道大台南地区呢，新张人也很多啊，我们都私下有联谊。可是呢，今天呢，借着我呢，比较这个。大胆呢，就把大家呢聚集在一起，那这非常高兴。那我们成立呢之后呢，除了我们张氏宗亲呢要慎终追远，然后要这个互相的这个联谊情谊以外，我会一起做公益哈，然后呢顺便把兄弟姐妹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概念呢，从我们这个组织开始，然后能够开枝散叶的传递到每一个会员的家庭里面去。那相信这样子呢，也会端正我们的社会风气。创立大会仪式按照古礼进行，先由主祭官带领陪祭官分享赢组，恭迎长势列祖列宗领堂来上座。大会并且邀请前监察院长张博爷担任监礼官，举行3季99首大礼。叩首，再叩首，3叩首，心。现场出席的包括前监察院长张博雅、副市长戴谦，加侪位的民意代表、贵宾。台湾长氏总会甲各地宗亲会嘛拢到场，现场并且由总会理事长张启祥亲自来受证，并颁发创会奖金，场面热烈。台南新闻英根采访报道。光华高中举办92周年校庆，西区扶轮社特别关注学校20台饮水机。扶轮社社长表示，饮水的设备对学生的健康有真大影响，希望顾好健康对饮水开始。17号是台南市光华高中创校92年校庆，当时选伫咧浙江来举办由台南西区扶轮社捐赠饮水设备的启用仪式。台南西区扶轮社常常咧参与各类的教育文化活动，所以特别向扶轮社3市7控地区来提出申请，希望当采买饮水设备给学校。今天是我们讲光华92，意思是这是一所历史已经92年的学校。但是我想各位贵宾从进来，不管从环境的营造也好，从师生的表现也好。很难想象这所学校已经将近1个世纪的历史，因为随着时代滚轮的前进，这个学校也不断的在往前迈进，在成长，在蜕变那蜕变的动力，最主要的一方面是来自于董事会的支持跟领导，2方面是来自于师生共同的努力。那么第3方面就是来自于家长以及社会大众的支持与鼓励。扶轮社社长薛耀斌认为，饮水设备是关乎到全校老师甲学生的健康，更因为少年人的活动量较大，所以透过捐赠地基来提供给老师甲学生使用。办完活动之后，就问了校长说：“请问校长，我们扶轮人可以为贵校在做些什么呢？”校长非常客气，陈会长不用，我们该有的都有。我说你再想想吧。他走着，校长很可爱那不然你帮我们换饮水机吧？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饮水机已经用了10几年了，家长会还有那个政府机关的钱慢慢再换，1年换2台3台。那以我无论做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你必须做过社区调查。当时学校只有35台饮水机供应了全校1200位学校的师生，所以平均大概35个人用一台饮水机。而且我们用饮水机的时候，在下课的时候，它瞬间的流量是绝对不够的。捐赠饮水设备除了会当照顾到学生以外，嘛希望学生会当对内底学到食果子、拜树头的道理。希望学生伫咧毕业了，若有成就的时阵，爱会记得回来回归咱的社会。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2022年台南圣诞跨年系列第一场原声草地音乐会，19号暗时伫新营顶场，现场吸引将近2万人次的歌迷来参加。会中市长甲金曲歌后张秀卿嘛合唱车站，感谢议会等各界支持出席，表示明年演唱会要继续办理。12月台南圣诞跨年系列活动第一场草地音乐会就伫新营展开，会中邀请少年人欢迎的这乐团轮流上场演唱，包括金曲奖最佳乐团马斯卡以及最佳中唱组合动力火车，拢用热情感染整个新营公园。主办单位预估现场已经超过2万人次的歌迷。请天空给我，请时间给我，再多一点晴朗。就该闪亮天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关于的笑容。这场草地音乐会伫议会甲各界企业的赞助，和市民免费欣赏这样精彩表演。会中市长为特应邀致辞进前，嘛甲金曲歌后张秀卿合唱车站，带动活动高调。市长之后，我们新营就开始有演唱会了，对不对？哇，是不是？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市长。谢谢。我们明年还要再办，好不好？好，大家还要不要再来？要不要来？要。哇，大家这么热情。每次咨询说问说市长，新营有没有演唱会？我说市长有没有演唱会？我说有，预算就会过。所以我们拜托各位议员，我们今年预算要通过，明年就可以办演唱会，好不好？好，耶！好开心。新营这场过后，市府表示，12月25圣诞音乐会以及12月31号跨年演唱会，要真侪重量级的艺人要甲大家分享，欢迎全国民众拢来台南。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2022年台南圣诞跨年系列规划有6场，有3场的亲子活动，3场的演唱会。为了宣传最后31号的重头戏，炎亚纶特别到台南宣传。记者会中甲市长趣味互动，共同呼吁看演唱会会当抽大奖，会当捐发票做公益，一举数得。台南31号跨年最后一波的艺人名单，拄着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的炎亚纶，嘛出现伫南旁购物中心。伊表示，今年跨年将以乐团的形式演出男团时光机，期待到时甲大家见面。其实台南，我今年跟台南真的很有缘，已经来了第3、4次了。哦，这样子吗？每次来都觉得风光明媚，是，所以一定要带大家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今年的一个据点，然后迎接更好的开始，这样。是。所以我们会稍微，我自己的表演会稍微带大家做时光机。做时光机啊？要做去哪？男团时光机。哇。会有一些经历啊，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团体出身。对。然后从我们那个年代到现在，到我的年代，再到现在接壤男团的这个新的团体。这个时程怎么走，然后乐风又怎么改变，在31号的安排表演里面会有所呈现这样。其中为特嘛亲自到场，除了公布也有林宥嘉、周兴哲等艺人的名单，会中嘛接受炎亚纶访问，2个人趣味互动。我们的耶诞跨年活动都有1场以上的演唱会，连续性大咖艺人。都
所以一咖比一咖大咖，只有炎亚纶最大咖。没有，我是最帅，我承认。啊，对，大咖帅还不大咖，年都会有此起彼落的，我们要接受这个命运的洪流啊。那你在30年后再说命运的洪流，现在大咖还是大咖。谢谢。今年台南演唱会系列将甲创世基金会合作，发起大件的发票来抽取，小件发票做爱心的公益行动。其中有一条嘛预告，一人拿冠5张，3场演唱会落来，会当募集到100万张，呼吁大家共同响应。不管是在19日的这个原声啊，或者是25日的耶诞，或者是31日的跨年，都是有大咖讲不完，好礼送不完。来参加台南购物节，自然有非常多的好礼。那这个消费金额满100就可以来参加，就可以台南购物节的抽奖。如果消费金额未满100，可以来做公益。那我觉得其实为善最乐，也欢迎大家有来台南，也欢迎大家有度过快乐的耶诞跨年。当然，这企业今年嘛拢热情小停跨年系列，和市民全部拢免费参加，嘛互台南的12月份每礼拜拢精彩，大小朋友拢有适合的活动通参加。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迎接圣诞来临，台南市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结合加油站的咖啡厅空间，以幸福公益作为号召，邀请亲子做伙来做精油挥折。另外，另外的咖啡杯也可以当设计做盆栽，吸引900名民众到场参加，场面温馨热烈。长期关心弱势、协助妇女培养第2专长的台南市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伫理事长王丽婷的带领，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加静心生机，18号上午伫台湾中油玉屏加油站的咖啡广场举办手作 DIY 以及防疫妇女的保护宣导活动。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长期跟社会结合在一起，而且它善用它的资源，以教构就是一些弱势的或者在世的一些培训一个第2专长嘛。我想它的触角很广，不只是咱的一般的就是说我们妇女的第二专长的第2就业，包括我们新住民，包括一些弱势的，我想他都是一直在协助这些妇女里面，他需要就是在经济上面有压力的人，能够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踏入在我们这个工作职场里面啊。最主要是我们防疫新生活完之后呢，大概应该希望生活舒压疗愈的部分，所以我们才会想说规划这个手工皂的课程，还有这个我们喝完的咖啡呢不要丢掉，还有我们咖啡渣也不要丢掉，我们把它晒干，然后放一些我们的粗盐，避免我们咖啡长霉，然后来种这个干燥花，然后这是我们的香皂花。它可以让它持续2年的时间。那最重要，它是可以美观，放在家里面可以驱蚊，然后对我们的一些环境可以改善。然后这个精油皂呢，它本身就有芬多精，那也可以疗愈我们的心情，然后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啦，还是说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可以直接做舒压。所以我们把生活的舒压的课程规划在我们这次一个公益的一个免费的 DIY 的手作课程。上午的天气虽然小可降温，伫爱笑瑜伽协会开场舞加洗手歌的宣导。这亲子嘛拢对咧等起来，原本预定100名的亲子参加，因报名踊跃，主办单位追加到将近200位，因此分做人造花的盆栽甲精油手工皂分开来授课，让每一位亲子感觉收获满满。就是传一个跟人家的互动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圣诞节到了，你觉得做这个装饰品感觉怎么样？很好，让小孩子有个学习的能力。主办单位趁着圣诞节来临进前，举办人造花的盆栽加手工纱纹的制作，一方面舒缓疫情在家的郁闷，另外嘛为将要来临的圣诞增添欢乐的气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2月20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